哟，一看到是大老板任凭出将费一般，哎哟喂！我是小自家囡仔尔，人拢叫我连锁啊。我甲美秀姐，这个单元是第4单元，讲的是母仔的感情的代志。嘿，阮两个对戏，大部分较济就是讲逼伊爱相亲，逼伊爱迄查某囡仔真水，到要甲娶迄个某，安尼我若去啉汤了，我较会安心。父亲下一用温如海，顺从母命是应该。万分可以不挂碍，安心专享去投胎。欢迎各位，因为我会唱歌，我会唱到迄歌了，我目屎就一直流。阿凯伫边啊 stand by， 伊爱入来，吼，迄嘛是一直哭。这个单元会当互大家会当想到讲啊，即马现代社会其实妈妈足辛苦。后生嘛做打拼，要成为妈妈心目中迄个囡仔。有人对你照顾关怀，恁母啊才会当安心投胎。婚姻生活你爱试看觅，坚持不分，情理不改。希望光阴停止流转，面对你白太艰难。名模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